一架 AT3的教练机载去伫高雄载落，驾驶是空军官校112班的小尉徐大军，23岁。载去的8点03分，这个教练机来起飞，这3分钟到8点06分，无人机就失去着联络，载离的冈山区。消防赶到场，找到遗体。根据了解，这是这位殉职的学官第2届单机单飞。总统对不幸殉职的学官表示哀痛不甘，下令国防部了解事故的原因，嘛要全力协助家属处理后事。军方赶到坠机现场，才阁为封锁线大批人员要入去山区搜索。风一正就啥，想要稍微复杂呢啦。代志发生伫透早8点外，一台编号852的 AT3教练机，8点03分对高雄冈山空军基地起飞，8点06分对雷达光点消失，咱伫冈山区电柱路一带。这个咻，安尼尔，都是闪电啦。恁这种是用闪电的。看到的民众讲，听到这么大声的声音，厝阁了叮当，阁掠准是死呐。骑车出去看，就看到有人摕灭火器斗拍火，现场阁有飞行机的残骸和其他零件。飞行机载落，因为看到飞行机下降落，我看到较早讲，迄零件是飞行机的。遗憾的是，驶飞行机23岁飞行学官小尉徐大军不幸罹难。经伊了解，伊住伫新北市，还未结婚，厝老爸母和一个小妹。飞行总时速116点钟 ，AT3 飞行时速24点钟。执行训练任务时发生事故，被官徐大军少尉殉职。国防部对同袍伤损深感哀痛。针对坠机事故，蔡总统对英勇的国军不幸殉职表示悲痛和不甘，嘛指示国防部调查清楚事故的原因，嘛全力帮助飞行学官的家属处理后续的代志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